老鋪黃金股價又創歷史新高，股價走勢點解咁強勁？今日用1分鐘同大家快閃分析一下。老鋪黃金人稱黃金界嘅愛馬仕，主打古法黃金，以高端嘅定位打入上游嘅市場。最新有消息指，公司已經同國內嘅主流商業中心簽約，下半年會喺上海嘅新天地店同埋 IFC 開設新嘅分店。大行亦都唱好佢嘅前景。普銀國際指，雖然目前老鋪黃金較其他嘅黃金飾品股平均估值水平有顯著溢價，但主要係因為擁有更高嘅增長潛力以及更強嘅盈利水平。另外喺金價持續攀升底下，老鋪黃金嘅產品具有保值嘅功能，據報二手市場回收價有原價嘅7至8折，吸引投資者同埋消費者，帶動銷售額。自從上年9月納入港股通之後，股價好似如有神助咁，北水資金積極流入，主動買入嘅比率亦都好高。你又點樣睇古法金飾呢？會唔會考慮入手老鋪黃金？快啲留言一齊傾下啦！記得下載 ACAT 再加埋媽媽大風扇群組，成為我嘅盟友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嘅心水股份情報啦。